太上老君說：常清靜經。老君曰：大道無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無情，運行日月；大道無名，長養萬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強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濁，有動有靜。天清地濁，天動地靜。男清女濁，男動女靜。降本流末，而生萬物。清者，濁之源；動者，靜之基。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。夫人神好清，而心擾之；人心好靜，而欲牽之。常能顯其欲，而心自靜；情其心，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滅。所以不能者，唯心未晴，欲未顯也。能顯之者，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；外觀其形，形無其形；遠觀其物，物無其物。三者既悟，唯見於空。觀空亦空，空無所空，所空既無，無無亦無，無無既無，湛然常寂，寂無所寂，欲豈能生？欲既不生，即是真靜。真常應物，真常得性。常應常靜，常清靜矣。如此清靜，漸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為得道。雖名得道，實無所得。為化眾生，名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傳聖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無爭，下士好爭。上德不德，下德則得。執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驚其神；既驚其神，即着萬物；既着萬物，即生貪求；既生貪求，即是煩惱。
煩惱妄想，憂苦身心，便遭俗欲，流浪生死，常尋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，常清淨矣。